聚景全自动滑移电机是专为批量生产滑移电打造的工业级设备，成品以幅宽120厘米、卷径小于等于800毫米的原材料制成，广泛应用于医疗护理，如医院病床患者移位等场景，为医疗护理用品生产企业提供高效规模化生产支持。设备生产速度达35米每分钟，适配大批量生产需求。生产流程实现全自动化集成，从材料同步放卷开始，依次完成牵引，分别包边，两边超声波缝合，表面打垫、切孔、吸废处理，成品切断，最终通过调速输送带完成成品输送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核心工序，大幅减少人力成本。设备支持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滑移电长度、表面打垫密度、切孔位置及尺寸，适配医疗等不同场景的功能需求，为滑移电生产企业提供高效、精准、高性价比的工业级解决方案。